我講真話咯，又怕傷到你；我講假話，又冇符合我嘅性格。銀行仲未放款，佢就後悔咧。我一去冇買，如果講要買，就買電梯小區房，至少係電梯房。結果佢冇聽，啱啱攞完房，銀行都未放款，就開始後悔啦。究竟咩回事呢？呢個係前幾個月有位粉絲朋友揾到我，佢講咗佢家庭情況俾我知。我當時俾佢嘅建議咧就係暫時冇買，如果你真係要買，咁就買花園小區房，至少係電梯房。因為佢嘅家庭情況係咁樣嘅，屋企裏有老人已經上到60、70歲噶啦，買過來咧，而家基本上係老嘅同埋細嘅喺度住，咁細嘅咧又準備去要談女朋友啦，基本上咧係為後代而買房嘅。而佢而家咧基本上係出邊做嘢噶，好少翻嚟住，基本上佢喺屋企嘅次數唔會太多，無非咧就係買俾老嘅住同埋細嘅住。咁細嘅已經係成年噶啦，20大幾歲咧，係時候要揾老婆咧。而且而家第二可以講，好多鄉村市場去真睇下，全部都要求要麼要有屋，所以而家冇辦法，係逼不得已要買房。佢呢種情況可以講係屬於剛需當中嘅剛需，係一定要買房噶啦。你諗下，人生接住落來，無非就嗰條路吓，買房、結婚、生仔、讀書，都係呢幾件大事。我當時咧俾佢嘅分析就係冇必要買樓梯房咧，因為樓梯房已經係人哋淘汰落嚟噶啦。俗話講得好，人會長大亦會老，但係房亦會老噶。結果咧，佢冇聽，佢買咗一套扶梯房5樓，總價33萬，使用面積佢講話去到83平方，但係房產證嘅實際建築面積只有80平方米度。當時佢買完之後，差唔多準備銀行放款啦。中介嗰邊而家揸緊時間幫佢銀行放款呢件事，佢就同我講，佢已經後悔咧。但係已經房買開嚟，有咩好後悔呢？因為而家咧要準備裝修呢套房啦。如果咧老嘅買中意，細嘅買睇得上，都講好舊，都冇明白點解要買啲咁樣嘅舊屋，等等呢啲咁嘅怨言。屋企裏人嚟，大家都係一通怨言。而家可以講係兩頭都唔討好吓。錢咧係拆開嚟。我聽到呢啲話，其實我都唔係知道應該點樣安慰佢吓。講佢之所以買呢套房，因為睇到咧係總價碼高，並且而家咧都有4隻房間都會好大下，在舊區呢個中心嘅位置，所以咧就買嚟。當時冇諗咁多，因為裏面咧人哋已經係重新閃過白灰咧，睇身好新淨，又冇使自己點樣執。而家佢準備裝修啦，先發現嗱呢度咧又冇啱使，嗰度咧又要重新揼開做過。有啲門咧又好舊咧，發現仲有蟲咬嘅現象，呢種情況下嘅門肯定係要換。所以而家佢同我講，佢好後悔，問我應該點樣做。我咧問下，你覺得我仲可以點樣講呢？我最終就俾咗句話佢：既來之則安之。世界上係咪有後悔藥食嘅？我當時已經俾咗建議啦，建議你唔好買呢啲舊屋，因為大部分嘅樓梯房嘅樓齡至少超過15年，甚至20年。甚至可能有啲25年以上都有咧，人哋而家拋出來係買要噶，結果你去接手。當時我都俾咗建議你噶啦，要麼你買就買花園小區，或者講至少係電梯房。如果你買咗屋再嚟問我，我真係唔識得點樣答你噶。我講真話咯，可能會傷你，但係講假話咯，又唔似我嘅性格。最後我想講，如果你係屬於剛需買房，無論你係是否跟我買，我都係建議你盡可能去買電梯房。記住，人係會老噶，房亦會老。最後亦歡迎大家喺評論區講出你嘅觀點。好啦，今期就咁多，我哋下期再見。